哎，小朋友，那个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你这无缘无故带孩子来，不能提前说一声吗？又不是外人，依然的妹妹，依然什么时候多出个妹妹来？一直都有啊，你不知道而已啊。哎，别舔手指头，你吃，你别舔手指头呀啊！哥哥，你身上的香水味好香啊！是吧？你喜欢闻？我很喜欢这个味道。我也喜欢这个味道。来，坐下说。天乐哥哥呢？嘘，他睡着了。哥哥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说吧。今天幼儿园老师给我讲了《小王子》的故事。讲到了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，去拜访其他6个星球，可老师只给我讲到了第4个星球，我就被天乐给接走了。我很想知道后面是怎么样子的。最后小王子有没有回到自己的星球？你能讲给我听吗？哥哥没看过《小王子》，怎么办呢？这样，我给你搜你喜欢看的动画片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办啊？那咱们玩拼图吧。可我这没有拼图啊。我有。你带着呢？那咱们去玩拼图。好。走。把咱们给劈了吧？放心，我现在已经是超级英雄了。如果有麻烦的话，我会保护你们的。能找到耳朵吗？我呢？没找到，好。找到了。这么聪明啊！报告009，成功完成任务。奖励虾片1片啊！我要吃，我要吃。再来一遍。接着来。走，咱们回家了啊。周宇，谢了啊。谢什么呀？下次再带依恋来玩。哟，不像你风格呀，还挺喜欢孩子，还是因为我们依恋太可爱了呀？哎，依恋你知道吗？他平时可真不这样，今天真是喜欢你了，又给你吃的，又跟你玩的，平时严肃着呢。是吗？我不觉得，我很喜欢少宇帅哥的。真的，你喜欢我是吧？好，来，那我就送你一个礼物，以后啊，你喷到身上，跟你的房间里边，你就能闻到跟我身上一样的味道了。赶紧谢谢帅哥呀！谢谢少宇帅哥。不谢。走，咱们。哎呦，嘿，干嘛呢？啊，亲他不亲我呀？你吃醋啦？必须吃醋了。哎呀，行吧行吧，跟个小孩似的，给你补上不就好了吗？行，那现在补来。走了，走，慢点啊！你走了啊。走，出门我再带你啊，咱先走出这段。我回来了。哎，天乐啊，你在我的房间喷了什么呀？你房间我进都没进过呀。依恋呢？刚才跟那玩呢，你看看是不是在卫生间呢？依恋，依恋，
依恋，什么事啊？房间里的味道是你喷的吗？嗯，是茉莉花香的味道，好闻吗？你哪弄来的？哦，是一个哥哥给我的。知道了。你今天带依恋见谁了？哦，我带他去玩的时候呢，正好离谭少宇他们家比较近，带他坐了一会儿。谁让你？哎，不是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香水呢？藏哪儿了？给我拿出来！藏哪儿了？拿出来！谁给你的？问你的，谁给你的？是他给你的还是你自己要的？他给我。他给你，他给你就喷呀！啊？是他让你喷的还是你自己要喷的？别哭，我问你话呢！你哭什么哭啊你？你也有理了你？不听话是吧？别哭，给我憋回去！给我憋回，你给我憋回去！哎呦，这干嘛呀？啊，喝着吼他干什么？你懂什么呀？他闻香水的，他过敏。他过敏，他又不知道，他是一孩子，一瓶香水里面大呼小叫的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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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哭了啊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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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慢点玩去啊！怎么又来了？现在在吗？什么事儿？跟我说吧。说，一定要说。我今天来这2件事，一是想找你姐解释一下，二就是找你。小五，拿2个杯子。哥，咱有话好好说。去呀！好。来了，你不想见他？你这是想还是不想啊？这看这架势，这俩人是要杠上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今天我要是赢不了你，我就喝死在这儿。来吧。嗯。来，你干嘛？别喝了。我说了，瞧不起我啊？不是，
我是真喝不了了，让我用不着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对我姐好点儿，要不弄死你。